和平理性非暴力，公民抗命啱定錯？人民力量，遍地開花，公民抗命，無畏無懼。皇上因為被控衝擊遞補機制論壇，坐咗3個星期監，口號嗌得夠大聲啦。但阿 Sir， 乜嘢係公民抗命呢？個意思就係話喺一個社會裏頭咧，政府有一啲嘅法例咧係唔符合公義嘅原則，所以咧社會上面產生一股不滿嘅聲音，就係話有一啲社會嘅公共知識分子咧，佢哋會透過咧公然去違反呢個法令咧嚟到表達佢哋嘅不滿。再靠呢啲行動引起公眾注意同討論，透過民意壓力逼政府讓步。如果因為司法制度不足，未能保障公義，公民抗命就成為推動民主進程嘅手段啦。同埋我哋依然重申呢個係一個政治檢控，我哋係唔會屈服於強權嘅政治打壓之下嘅。唔怪得佢咁嬲嘅，因為皇上當日根本冇份衝。咁公民抗命又有咩特點先？咁最典型我哋會講呢，就係20世紀時期印度未獨立之前呢，聖雄甘地呢，佢透過非暴力嘅方式呢，對抗英國嘅殖民統治。香港真正稱得上公民抗命嘅例子唔多，阿牛嘅民間電台係較矚目嘅一個。嗱，淨係炒概念都有排炒啦。05年，佢哋因為無牌廣播被檢控。08年，法院話發牌制度違反基本法，判阿牛贏。但係政府同法庭申請禁制令，禁止民間電台廣播。阿牛違反禁令復播，爭取開放大氣電波啊！即使喺法庭咧，亦都未能夠保障到民間電台嘅應有嘅權利啦。喺咁嘅情況之下，民間電台繼續廣播咧，咁我哋話呢一個咧就係一個相對典型咧公民抗命嘅例子啦。要對抗不公義，除咗公民抗命，仲有一招嘅，就係司法覆核啦。當我哋發現政府嘅執行一個政策嘅時候，佢已經違反咗呢個立法嘅原意。喺咁嘅情況之下呢，市民係會入稟法院，要求法院呢嚟到解釋究竟政府所做嘅嘢符唔符合法例嘅原意。不過因為法律唔係用嚟處理政府行政出錯問題，所以成功入稟嘅機會唔高。就算法庭受壓，成功推翻政策嘅機會都好低㗎。所有人可以讓步。最熟悉嘅例子就係朱婆婆嘅司法覆核啦，推翻成個港珠澳大橋嘅環評報告，搞到政府要做過份環評啊！